每次發天璽天嘅盤，評論都非常之多人講，以期開就要即刻話俾佢知 ，OK， 今日好日子啦，因為千呼萬喚嘅出嚟，佢真係出嚟啦。4次開盤4次沽清，係天璽天嘅戰績，亦都係香港樓市嘅里程碑。天璽天一定係香港劃時代嘅產品，核心地段能夠做到高質量嘅產品，仲要係同區門檻嘅價格，就係天璽天硬通貨嘅密碼。呢次二期好大膽 ，Ruby 介紹俾你。天璽天二期總共有584伙，相較第一期嘅906伙少咗一大半。發展商新鴻基亦都採用咗惜售嘅方式，第一輪只係拎咗24伙單位出嚟招標，全部都係4房嘅單位，用最大嘅房型打頭陣，不愧為4大家族嘅新鴻基，真係超勇超勁。即時價單已經出爐啦，尺價24,000蚊即可入標，並且首輪招標享有指定嘅車位認購權，全部房號價單可以問 Ruby 拎。今次開價其實相對一期整體走高咗，一方面係因為二期已經係現樓，古往今來現樓都係比樓花更加貴；另一方面呢，就係天璽天二手嘅漲幅能力超勁。而家有報紙報道，天璽天一期有18宗二手交易，全數獲利，呢個新聞真係深水炸彈。天璽天有好嘅地段傍身，無論自住定係資方都係好產品。而家二期登場，一期已經入伙嘅單位全數變作競品，發展商肯定要拎適中嘅價格俾客人。二期首輪開價的確有漲幅，但係選擇權都係喺個人，一切答案都要睇翻開售嘅情況。整個天璽天嘅二期只有1座同埋2座，係整個啟德嘅天際線作品，擁有最近 Airside 嘅距離，亦都落樓翻地鐵最近。呢一次開售4房嘅單位，如果要更細嘅單位，你就要等一陣啦。坐擁啟德地鐵站上蓋嘅寶座，無論同區點樣推新盤劈高價，天璽天都仍然係天璽天。萬花叢中過，轉草不沾身，王者風範嘅天璽天，等緊嘅會唔會係你呢？評論區話俾我知。